台语字真趣味，乡亲啊，浪芳台语安尼写浪芳。浪芳有实体甲抽象两种的意思。实体的意思是有间隔、有间隙、不连贯、不连续。像讲这排树啊，种甲遮有浪芳，原来是中有一条水沟。菜园啊，有浪芳种无同的作物，像这片番薯田的浪芳有种一寡菜。另外，这块菜园啊是番薯林的浪芳种土豆。浪芳抽象的意思是抽空、空暇、找空闲的时间。真侪幸福的企业，拢会伫下晡3点外时阵，互员工浪芳啉一粒咖啡，小喘一下。拜托你踮面有浪芳，才帮我去柑仔店买一罐豆油。你确定啊人浪芳，敢会使去菜园啊压水？你小等一下，我若浪芳，才讲互你听。所以浪互芳是于暂停的空档。一阵学生囡仔无早雨伞，趁咱互芳，赶紧冲转去。咱趁浪互芳，赶紧浪港来去走。家人在地有一句俗语：家人会浪互芳。因为家人真艰苦，所以家人拢会趁雨停的浪芳，赶紧撞开。拖出来的意思就是家人真够秉便，总是伫艰难的环境找出一条路。今仔日的台语字浪芳实在真趣味。